大家好，我係 TCL K-Train 大師，歡迎嚟到講之講第29集。我今日會介紹嘅係東涌站。東涌站顏色為紫藍色，位於東薈城同富東村之間，喺1998年6月22日通車，係東涌綫嘅西面總站同離島區首個鐵路車站。東涌站採用島式月台設計，由於東涌綫班次唔頻繁，唔使長時間同時使用兩個車站，喺平日非繁忙時間列車通常只係使用一個車站。月台共設7條扶手電梯，一條樓梯同一部升降機連接大堂。東涌站大堂設喺地面層，以2排清水無立柱支撐嘅樓頂設有天窗，達到自然採光效果。有一組車站藝術品設置喺大堂，作品標題係蓮。大堂上方設有行人天橋，連接車站兩旁嘅東薈城名店倉1樓同富東廣場1樓。天橋兩側原採玻璃幕牆設計，但港鐵喺2012年喺天橋兩邊加建平台，分加出8間商鋪。目前東涌站共設有4個出入口，分佈於車站大堂4角，分別係往東堤灣畔1至3座嘅 A 出口，往昂坪360嘅 B 出口，往東薈城名店倉嘅 C 出口同往富東街嘅 D 出口。呢個站係目前東涌新市鎮唯一一個港鐵站。東涌新市鎮及大嶼山南部各地區嘅居民主要依賴呢個站往返市區，再加上呢個站鄰近東薈城、昂坪360嘅東涌纜車站及新大嶼山巴士嘅巴士總站，喺假日及公眾假期，會有大量市民利用呢個站接駁其他交通工具往返大嶼山各處遊玩。不過喺東涌綫延綫通車後，情況會有所改善。另外，有唔少去機場嘅乘客會選擇搭港鐵喺呢個站落車，然後轉乘 S1 巴士去香港國際機場。淡樣會比選乘機場快綫同列綫平，但係比乘搭別綫快。當東涌綫延綫通車後，東涌站將會成為中途站，原有1號月台將會由往香港方向改為往東涌西方向。今日東涌站嘅介紹就完到呢度，下集我會講欣澳站，未完待續。